我試過好多嘅淡斑方法，都唔能夠有效清除面上面嘅色斑。俾太陽曬一曬，啲斑好快又會走返晒出嚟。而且自己係敏感肌膚，切新嘅護膚品之前都一定要好小心睇下佢哋嘅成分，唔想搽到塊面紅晒。加上年紀越嚟越大，眼周嘅細紋都出晒嚟啊！每朝都要花好長嘅時間去化底妝同埋遮瑕先可以出門口啊！直到我揾到攝達淡斑緊緻抗敏精華，完全符合晒我嘅需要，一支做到晒淡斑、緊緻細紋同埋提亮膚色。入面有煙鹼酰胺，係近年大熱嘅淡斑成分，有效抑制黑色素，激活膠原蛋白生成，減少細紋，維持肌膚彈性。加埋燕麥萃取物，可以舒緩敏感泛紅、深層保濕，並且鎖住水分，啱晒我呢啲敏感肌嘅。用咗一排之後，我面上面嘅色斑都有明顯變淡，細紋亦都少咗，肌膚望落去更加飽滿，膚色比起以前都提亮咗，冇咁容易敏感變紅，化妝都唔使用咁長嘅時間，皮膚好咗，自然更加容易上妝啦。瞬間逆轉機靈，全靠攝達淡斑緊緻抗敏精華。